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7日，罗马书12章20节安尼讲：若是你的对敌枵，就互伊食；喙焦，就互伊啉。因为惊安尼，是将热热的火炭插伫伊的头壳顶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用良善的好去对待恶意的歹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要来学习你的名，因为你的慈爱远过诸天，你的信息直到永远。主啊！你本有公义的权能，总是你阁有怜悯甲稳定。你无快快收起，阁是欢喜赦免，聆听来挽回阮。主啊，你的恩典，互阮通得了赦，愿要深深来感谢。主啊，伫人的本性，阮真容易扣分报仇，总是你呼召阮，就行伫基督的听，就用好来赢过歹，用温柔取代敌意。用祝福取代咒诅，主啊！因为你爱阮，伫对敌枵，就互伊食；喙焦，就互伊啉。安尼是将热热的火炭插伫伊的头壳顶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